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这2天立法院要开始大战斗，要来互意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勇气，是戇直，也是价值。反对党已经全面提案，要对各阶层来发钱。执政党只有行向街头，和大家来评评理。甘如处理，今日4位专家和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新民兩岸協會理事長吳清良，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第2位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退休教授楊泰順，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3位台灣地科諮詢委員張國成，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第4位資深媒體人謝浩志，大家好，大家安。那麼咱就來關心行政院長杜英台今日在立法院針對着總預算合議案提出的報告備詢。杜英台指出，要求行政院家己刪減嘅減數到636億，合計的這個預算違反着權力分立的原則。議長表示，如果合議案無法度通過，會親身向國人來說明有啥物困難。行政院長杜英台在到立法院針對總預算合議案進行報告甲備詢。杜英台指出，3大真歹進行的所在，包括歲出刪減總數有證據，要求政院自行調整刪減，達到636億外。對權力分立原則甲規定有違背，針對特定機關甲預算項目大刪減，影響正常運作，多項凍結案的改動條件真歹達成。如果復議案沒有通過，我們也必須有機會向國人說明，在未來執行中央政府總預算的各種窒礙難行。杜英台強調，今次下鄉選港還未到最後安排的時間表，接選時立委唔拿佇總預算案甲杜英台交手，也關切台積電增加投資美國，互相爭論。委員的意思是不能出去，當然不可以出去啊！這是代表全國國人同意沒有？你這樣講話是代表中央政府嗎？這是護國神山呢！你這樣講話是代表中央政府嗎？裡面任何不合理的地方，我們誠心接受大家對刪減所提出的各項理由，但是也應該聽聽各部會，甚至於其他各院，包括總統府對編列預算當時的想法。所以民進黨要下鄉，現在等民眾黨也下鄉，民進黨的這個臉啊會被打得非常腫，很多謊言啊會一個一個會被戳破。民眾黨也發出要下鄉宣講，說明執政黨的浪費甲備案。另外 ，AIT 處長郭立堅提議，美國會當做台灣可靠的能源來源，包括核能。杜英台強調，若有新的技術，願意甲世界合作。新的核能技術，我們期待我們跟全世界各個先進技術的擁有者或是開發者能夠保持更多機動性，甚至未來的合作。杜英台強調，5月17日核三廠的第2號機組會除役，政府會全力多元發展綠能，將燒炭機組轉做電氣機組，以減碳為優先、淨零為目標，朝穩定充足供電的方向來進行。公視新聞採訪報道。觀眾朋友，咱睇下看這新聞大上後尾關於着這核能的代誌吼，你今仔日先甲放袂記吼，咱會另外一個時間來好啊討論。這個核能哦，即馬真濟信息慢慢一點仔透露出來。不過在差不多4/5的這個時間內面，佢話內面攏講啊，這個合議案顯然馬仔一定是袂過，吼。那麼所以我一開始就講，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是要徛在利之當然，如此理義嗎？咱一步一步甲看起來，來看這個圖表。24年的5月20日。賴總統就職了後，伊就開始講啊，多數尊重少數服從多數，節能避免衝突，朝野政黨推動法案攏會當合乎憲法。開始就講啊，吼，7月3號，伊在民進黨內部的這個議程內面來講啊，講吼，人民若有會發聲會發憂。青鳥嘛會飛出來，
哦，这个真侪人开始做文章，这一路啊看起来，我想要问咱的这个理事长哈，这是到底是向咧行向的棋啊？咱看起来，有一个理数就是讲，我步步退到上后尾，因为其实可能伊也知讲，我行到无路啊，而且伊也讲哦，伊讲我会做合乎宪法的代志，意思是讲无合乎宪法的私底下要甲你敲代志的代志，我拢袂做，敢是安尼？还是讲赖总统心肝头咧想啥物？我当然唔知影赖总统心肝头想啥物啦吼，但是我感觉咱嘛无需要甲政治吼看做讲哇，唔知有偌深的学问吼，后壁有啥物算盘伫算吼。我无认为讲即局的即个三星吼，两边吼，即个领导者拢从开始都已经有一个安怎做清楚的蓝图，我感觉无吼。但是我伫遮，咱作为咱一般的民众吼，我是给提供一个另外观察的视角，就是讲吼，咱今日的这个政治吼，加到今日的这个情形，我感觉是跟这个结构的因素是有关系啦。结构的因素是啥物呢？就是讲，我去甲大家简单讲吼，1996年台湾总统民选以来吼，台湾咱即摆拢总有已经算被败吼。这个被败的结果吼，你若用行政权吼，总统也是讲这个立法权就是国会吼，用这个来做区分来讲吼，这被败内底拢总有5摆是完全执政，吼，一届2000年嘛，一届96年嘛，一届2000，这个0812嘛，甲1620嘛，吼，有5摆是完全执政，就是国会这个总统的得票甲少数政党的立法院的席次拢过半，吼，有5摆哦。有一摆是少数执政，就是总统得票哦，有过半，但是立法院席次没过半。阿扁也一摆，第2摆，阿扁也第2摆哦。另外呢，有2摆是双少数执政，就是总统的得票甲立法院的席次拢无过半。嘛是阿扁一摆阿扁的2000年，甲一摆这个赖总统哦 ，OK 哦。而且哦，我要甲大家提醒哈，这短的时间内底，不但有这复杂的这个变化哈，而且还有3摆的政党轮替，3次哦。3次政2000年、08年、16年，好，甲即嘛呢吼，好，那所以讲你啊用全世界角度来讲啊，咱这款的民主，咱是一个新兴民主国家嘛哈，咱这个体制实际运作的经验，虽然不是唯一独一无二，但是也是少见的哈，应该安尼讲哦。伊其实我感觉吼，咱这边来你看，咱朝野政党吼，这个国家的路线无共款，历史的这个基地有差别哦。佫一项就是咱台湾的处境吼，无都避免伫美国甲中国的这个竞争关系之外，所以你甲看啊，大概选举吼，咱拢是一届这个国家的定位的大检验甲大考验，大检视甲大考验吼。所以这就是讲啥呢？我的观察就是讲，都是因为安尼关系吼，所以每一摆的这个选举大选了吼，来这个面对这个选后的新的局面的时阵吼。调压男女拢共款，拢偏向用赢者全拿，这有制度有关系哈。另外呢，就是讲无一种做换位思考，这款弹性甲高度哦。你看想看觅台湾是安怎甲即马，大家都讲啊联合政府啊，伫讲哈，甲即马拢毋捌出现过。我感觉搞这款呢，这体制上的结构，甲咱这个特殊的这个政治的，尤其是认同的分歧哈，我感觉这有关系啦哈。所以你安尼回过头来看哈。看即马这个局，我简单的看法就是讲吼，我认为讲这无多片面的，这无多片面的。但是呢，大家唔免感觉讲唔知要安怎吼。其实吼，你啊用全世界来看，咱且不说中国即马愈来愈集权，美国的民主愈来愈混乱吼。咱用新兴民主国家来看，咱用韩国来比吼，我的看法是讲，咱至少袂像韩国咧讲到戒严哦。其实即马的两边的执政党的处境、内外的思维跟考虑。很接近的，很有几分近似了，不要说接近。刚刚讲啊，都是少数执政啊，都是面临在野党在国会的强力的这种，你说这个制衡也好或者怎么样，而且都有外部因素的这种跟内部之间的问题嘛哈。所以，我意思讲，这块的把面的攻防哈，已经是一个哈，已经对我感觉对这个一个30年的新兴民主国家放在这个环境，还有我们特殊的。这个处境底下，真温和啊！我不是，我意思讲，会当用平常心来看。咱的
选民也好，咱的观众也好吼，戏条咧演吼，大家不需要血脉奔张啦。好好来看吼，啊，因为我唔知安怎，唔管安怎讲爱拔就去拔，卖去不爱拔就卖去拔。简单讲就是讲，因为讲实在啦，罢免权嘛是法律宪法甲法律互迄个公民的一个权利啊，对无？啊，伊的游戏规则嘛有一寡规定，啊，要修改唔修改，这两个当讨论吼。啊，你只要讲你看这个内外的情势，应该去辩护的，应该去街头去说明的，执政党也好，在野党也好，你做恁该做的代志吼。啊，社会各界啊，大家殊荣共襄啦。哦，即我感觉唔免吼，把它看做讲是天大的代志。理事长，你这个讲法想法是敢若亲像你咧讲赖总统家己想，啊，无就大家殊荣共襄啊？不是，我意思是讲无甲遐严重啦。这意思就是讲啊，就是安尼尔嘛，唔是讲个什么哦。我看有人甲讲哇，这个大罢免安尼落去吼，台湾不得了啊，我无济啊，我无认为安尼啦。是，来，老师你安怎看？我实在非常同意这黄晨曦的看法啦，啊，因为咱台湾这有这历史的因素吼，有这两岸这对立的这关系。所以大家的选举拢敢若一个经历一个正统一个车拼啦哈，啊所以啊，啥物人调，另外一边一定是不服气的嘛，哦一定是讲啊，你的选举就你变一寡迄个啥物网哦，然后你再好运互你去调的啦，吼，啊所以你若有一个罢免的这定数吼，哦伊的这个合法性的这地位哦，会使进一步来肯定哦，我感觉这嘛是袂歹啊，咱会使个因为。罢免权踮咧西方的这个国家内底，真少去用用到啦。好啦，不过踮咧咱台湾这特殊的这个政治的环境之下吼，我不排除讲咱用这罢免权吼来确定这个民意代表还是讲公职人员吼，伊的这合法的这个地位啦。安尼伊下摆剩下这一两年的时间，伊要做代志嘛较好做，嘛较有迄个讲话嘛较大声啦。哦，所以我感觉这嘛是一个袂歹的这个设计啦。迄是无法度当中会无法度，还是讲无啊？这就正常，那就是安尼。因为你这罢免，咱讲继续要来，就是即摆若这案成立对无？啊，都有辩论嘛，啊，甚至于讲要踮咧电视顶头吼，要讨论一寡共同的这议题。讲3月15号就开始啊。对啊，哦，那这嘛对老百姓来讲，嘛是一个教育的机会嘛，可以了解讲，咱即摆国家面对的什么款的问题，吼。啊，咱注意什么款的代志？我感觉这是袂歹。听起来两位拢讲的健康哦。不，你看咱西方那边以美国来做例来讲吼，美国伊有迄个公听会吼，啊，逐工拢有啦。吼啊，你踮咧迄个国会迄个频道内底，你就先了解讲，即摆国会咧关心什么议题，什么讨论什么代志。咱台湾无啊，咱台湾看到都一寡立法委员踮咧两来两去啊，对吧？啊，你若有这罢免吼，啊，即摆啊这议题。等到这个社会，吼，大家去做一个公断，吼，我感觉这嘛是一袂歹一个民主教育的过程啦。是，啊，张老师你安怎看？第一啦，伫中华民国宪法内底就写人民有罢免的权利嘛，唔是每一个国家宪法拢有这样写哦。所以咧，即马大家认为爱用这种宪法互人民的权利来改变政治，我想这是正常。啊，第二咧，当然头拄啊两位老师拢讲，一般民主国家是真少咧算罢免，这嘛是事实。但是咧，台湾的社会、台湾的选举吼，政党之间的对立哦，其实我感觉是超过足侪民主国家啦。啊，亲像德国最近大选，啊，但是咱看德国大选嘛是足顺嘛，哦，倒一个党甲倒一个党啊组织政府，哦，伊会当巧嘛。但是台湾咧，总统改民选以后吼，啥物人选到总统，伊就是执政，吼，所以咧，这种政治的权利吼，变做是较直接，而且台湾即马两个政党的对立吼，其实我感觉是非常的厉害啦。亲像即马赖清德讲，去年伊当选总统，到即马这个已经3月啊，敢有一件正式较重要的法案？两党就是民进党甲那边有真正有合作的，无啊，完全无啊，对不？你讲美国川普选到总统，伊即马有算嘛已经过去啊，对不？这个共和党伫这个众议院比民主党加2票尔啊通过嘛，所以咧台湾的政治的对立吼，
其实实在就是即马国民党甲即个民众党吼，是完全无任何的意愿，和即马民进党照民进党的意思伫执政，这是非常清楚的啦。当然，宪法的设计倒一党是立法院的多数党吼。其实伊是较亲像多数执政党，所以老师你的意思嘛是差不多，就讲啊，这就无法度，大家就是到上后尾用罢免来做决定。因为即马是无人啊，甲你做朋友啊。我即马赖清德做总统，甲这个在野党倒一个啊，甲伊做朋友，无人啊，甲伊做朋友啊。所以咧，你无啊甲我做朋友，无啊甲我合作，以前所有的啥物协商，即马完全拢是无效啊嘛。所以既然是安尼，去当然你来硬，我就来得嘅嘛。就是安尼啊，好，亲像过去啊，即个马英九的时代对无？这个时阵是国民党较多数啊，但是迄个时阵王金平做迄个立法院长嘛，敢有淡薄仔空间，跟民进党有协商一点仔代志，所以迄个时阵当然就无人算罢免啊，对无？但是即马来看吼，气候嘛无啥共款，完全的协商的这种的机制，还是过程已经完全拢无去啊嘛。即马我完全。逐工看报纸、看电视，敢有听讲朝野有啥物法案已经有共识，吼，后面法案啥物政策已经大家拢同意，大家拢签字，完全无嘛，逐工拢冤家。讲实在吼，即种的情况吼，你讲啊，一般社会认为啊，即马拢无代志啦，和平啦吼，吼我看嘛，遮困难的啦。但这就是啊，就是尾啊，就是罢免嘛好，选举嘛好吼。总是吼爱对决啦，总是哎啦，总输一件啦，就是必然一战啦，对啦。突然几位老师嘛，我讲了，就是说台湾的政治吼没有那种妥协的传统啊，哦，就是我一定要专赢，我专输，我输我无甘愿，我搁要拼到赢。即摆状况就是安尼嘛，我上就进党的对立吼，中央是真严重吼，要毋过。需不需要做行到这步？迄是看领导者，吼，我就问啦，吼，你讲为去年开始算啦，吼，国会改革，吼，啊，选罢法、限速法，啊，财划法，加总预算嘛，吼，这几项加起来，是毋是讲一定爱冰岛搁定来一摆？那是今仔日是阿扁在做，也是蔡英文在做，敢会不到这项？好，这是领导者家己本身的个性嘛。他赖清德比阿扁比蔡英文搁无迄个妥协的空间呐。伊迄个性是安尼，伊就比这两个较硬嘛。明明伊是上少数的总统，毋过伊的个性就是安尼。我问讲，伊今仔日几位老师刚刚今大罢免的结果，会变垃圾吗？不一定的吼，吼，那是无的时阵，吼，这个头前两个老师讲的嘛，就讲你一定要拼一个，互你死心啦，吼，无你袂甘愿啦，讲白是安尼啦。原来两位意思是安尼啦，毋是讲这你就会改变，袂改变，也毋过你迄阵才会死心啦，才会甘愿啦。啊，你总预算行到遮，吼，你是讲真正无北部吗？迄阵韩国瑜嘛讲啊，你会当提小追加减来啊，提修正案来啊，啊，伊就是无爱啊。伊行到这的时阵，吼，你一边咧罢免，吼，这边3-4比0，吼，啊，一边讲我会复议，这种你把刀架在人家脖子上，你这样该会过则奇怪啊。所以你即摆是讲你总预算已经规包拢死了啊，吼，你即摆是咧牺牲，吼，你家己。执政的空间来换罢免嘛，这是你家己选择嘛，吼，就是伊爱补到9月，补到9月罢免了，搁补到12月补选，吼，啊，迄阵国来讲看，啊那是民进党赢，吼，真正讲并讲完全执政，吼，啊，就见到另外一个阶段，啊那是无，吼，你讲罢免了，你可能罢免了3席，吼，啊结果嘛是共款，迄阵你要安怎？所以你即摆看是讲，拢是跨界民冲咧头前嘛。啊，赖清德拢就是讲，加我无爱地带啊。好是，假使呐，你所讲的这个情形啊发生，吼，
那么你认为迄阵时的大总统，伊乃至到执政党、行政院长，因就爱创啥物？嘛是爱乖乖来协调协商，安怎吗？迄阵你就变讲你绝对一定要安尼啊，因为你袂当个罢免啊。哈，你袂当个罢免的时阵，你是毋是要乖乖回到协商桌上面？你无讲是要安怎？所以就是爱搏了爱拼才会赢，赢了才有通亲像他两位所讲的，就是讲咱台湾的政治，大家拢倾，大家拢想讲我要赢，要 take it all，winners take it all。即摆就是阮，毋是阮咧 take score 啊！你即摆是双少数总统，你哪会你阮咧 take score？你即摆是头前已经输啊！我讲一直在拗落，我一直拗到赢啊！啊，也毋过你即摆你到是无赢，你到是那是讲你尾啊，比如讲，吼你罢免了两席，吼啊你个选的时阵，你可能个无选到诚好的时阵，迄阵你规个你即摆是讲民进党的支持者，吼热情足悬的，热情足悬的，吼啊尾啊无改变的，迄失落感上面会谁要负责？吼，那个落差，就是说你考，即摆讲我要考100分，啊，尾要考一个70分的时阵，吼，迄落，毋是讲你考了不及格，毋是哦，你可能就是考了无较好的时阵，啊，迄阵要安怎？要安怎吼？你是对。对，我也是这个回应啦哈，就是讲。显然咱其他国家较少无人伫看到这个罢免的哈，咱不但过去实际上伊有真侪 case 伫执行，韩国瑜被罢免掉上出名，而且咱根本是伫宪法内底、法律内底拢有哈。要写落去。我感觉甲体制有关系啦哈。你像美国这个总统制哈，因为国会众议院2年选一摆，改选一摆啊。啊，内阁制的国家搞这罢免根本无关系，随时会当改选啊，随时有可能改选嘛，随时有可能的国会对。搞个席次啊，改善的地方日本啊、英国啊，随时但这个不构成这种问题哦。咱即摆就是讲吼，你若为一个角度来讲吼，咱较早有人大家拢咧批评讲台湾的民主吼，敢若纯选举，意思是来讲选举了吼，遐公职人员吼，就将这个选民啊囥去边啊，无你插伊啊吼。啊，即摆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吼，中间选举中间的这个罢免吼。其实定义是啥？定义是对这个公职的另外一种集体的一个考试啊，这是一个角度啦哈。当然啦，我拄则讲过啊，因为台湾的这个特殊的这个咱这个民主的这个实行的过程中吼，咱有一寡咱特殊的环境吼。像拄则大家咧讲，今仔日哦，可比讲啦吼，虽然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即摆国会的这个院长是王金平，唔是韩国瑜，情形可能是无共款。甚至讲，即卖民进党的总召，那毋是柯建铭，反正嘛无共款哦。咱那这拢是讲是 what if 啦哈 ，what if 哈。啊，你也搁往前推过一项，就是讲，那是今年2月7日立法，去年2月7日立法院伫就任迄个院长、副院长改选的时阵吼，那是利跟败会当讲好，可比讲民进党院长提出来，让互这个民众党。来做院长，啊，民进党家己做，愿意做副院长，那是有这步，我记得咱这步捌讨论过哈。那安尼可能这个局势阁无共款去啊哈，可能就是讲咱拄则讲的迄种联合的一个这个新的这个政治的这个运作会出来哈。但是根本拢无，我拄则就讲过，讲一摆过一摆，有可能的机会拢一概拢无去吼。讲坦白个，你讲阿扁啊，伊我即间我有看到阿扁啊总统伫发表一个看法啦吼。我感觉阿扁啊运气较好，伊迄阵王金平做院长啦。讲实在，王金平的这个桥的功夫吼，啊，佮有伊各方面的这个威望哈，伊跟你叫韩国伊是无共款的吼。但是我也看到讲总统吼，伊在2月10号，伊讲吼，我要行使着议制协调权啦。但是我是唔知，因为咱唔是政治人，咱嘛无伫个科林啊来，嘛无徛伫大总统边啊，咱嘛唔知讲伊私底下做了什么代志。我只有看到迄场，哦，啊，大家讲人有五载，吼，只有吼五载会当吼，大家超济才有力。我是想无，应该是安尼一支
伫个遮即支压落去才有力啦。我是袂啥了解，即个意志协调权是具体会当安怎行使？是讲无咯？你即马你即个倒英台倒院长，你唔通搁等即个何议安吼啊？我叫即个议长来甲讲。即个韩国瑜议长就讲，无咯，我无法度，你找小富，哦，安尼是要安怎？什么叫做意志协调权啊？杨老师，这意志协调权的这设计吼，实在是过去这个封建时代的一个余韵啊。就你若是一个多元的，老师你该破模等。你若是一个多元的民主国家，对不吼？你哪有可能讲一定爱讲就任何一个派系爱接受你的意见，爱接受你的想法，那真歹协调嘛。你立法院来讲，立法院是一个合议制的这个机构嘛，吼啊你虽然你韩国瑜你是议长来讲，你敢有法度强迫讲，啊你柯建铭你安怎迄落，啊还是讲迄落你。吼，国民党的你安怎投票？伊嘛无法度要求啊。所以这就是无效的物件。这无效嘛？而且即马咱宪法若改几落改过以后，吼啊像柯市议、像这干山议，已经无迄落民意的基础在咩内底啊嘛？你要安怎去协调？啊，你讲总统的人马啊，这拢总统的人马啊。我若今仔我若韩国瑜，我坐这协调会内底，我来感觉讲，哦，啊你要用多数来压迫我咧。哦，你死个拢徛你边啊！我迄个对吧？伊一定会较硬啊，对吧？因为以后不要国民党去来看，哦，所以验际的协商哦，这是过去哦威权时代哦遗毒啦，哈，因为迄个理想的设计啦，啊实在但要实际运作顶头是无啥可能，美国就无即落啊。老师，他在你头一摆发言的时候，你就真大约就讲过，讲这其实就是该安尼做，就是。安尼发生就是安尼发生，大家应该爱习惯，爱当来了解，这就是民主的过程。但是因为何志他都有提供一个角度，就是讲，你总统应该要有其他的这个想法，会当就政治实际运作的过程当中，杨老师，你认为赖总统敢有失觉察到迄个时机失去，敢有？我感觉安尼啦，我家己看法啦哈。这罢免权的大罢免，这是民进党这方面提出来嘛，哈，就开始发动的嘛。因是讲国民团体啦，对，咱台湾拢讲一句话，讲票若无投出来，啥人讲稳赢的，对吧？你罢免嘛是共款啊，啊是安怎啊？对民进党来讲，伊嘛无一定稳赢啊。到投票迄天，你若知影老百姓是安怎想法的，对吧？啊是安怎民进党要冒这个险，要去发动这个罢免？因为对民进党来讲，伊的执政，伊上重要代志就是这个有审爱有过嘛，总有审爱有过嘛。所以我在想讲，伊是要利用这个罢免来对国民党来施加这压力啦。吼，啊，你即摆总预算复议吼，啊，你即摆若讲投票去支持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想法，啊，未来这要罢免的时阵哦，我就甲你记一条，吼，你可能你都要面对这个老百姓对你的这个疑问哦。哦，所以给这国民党的这个看有法度利用这个压力吼，会使扭转这个少数的局面啊。就敢若过去阿扁啊，用这个公投来绑大选，同款的道理啊。我用这个公投，吼，我的支持者会再出来投票，吼，安尼我的票会赢给对方，吼，拢同款的这个想法啊。所以我想这是民众一个策略性的这运用啦，用这个罢免吼。希望讲咱们这个立法院的这纠守的这个情势吼，会使反转过来啦。啊，开始啦有一寡本土化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民意代表，伊嘛是承受到一些压力啊。是，但是老师头安尼讲了吼，我想着讲，其实今嘛国民党伊嘛提出，我头一开始就讲，伊嘛提真侪提议案哦，讲要来。哦，这个军公教要加薪啦，哦，这个护理师要加钱啦，吼啊，其他什么要加钱啦，啊，普发一人1万块啊，这因为这个罢免吼，啊，搁60天，吼，60天可能会冷去，啊，有可能讲因为加钱，大家老师，以前阮这个罢免你当然你头有讲啦，票还未投出来都唔知啦。
啊，这国民党安那想的？所以票还未投出来，拢无人有把握啊，对不？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啊。啊，踮这情形之下，你对你个有利的这个议题，你都要开始杀出来啊。哦，希望讲踮咧甲这议题、甲这罢免会使白斗阵，哦啊，互你的支持者，哦，无管这刮风下雨，哦，拢会出来投票。啊，你走赢的希望啊。哦，这较难的，因为我看到两个民调吼，美丽岛的民调还是国民党家己做的民调。美丽岛的民调讲56.8%，吼，认为大罢免，吼，弊端大于利益，吼，这美丽岛啊，国民党家己做讲56%啦，吼，民众。大罢免有效无？有价值无价值？这是一个真抽象的想法啦。啊，我即摆甲这抽象的想法，甲这个是实际利益，甲你翻斗阵。那就不一定咯，就对啊。老师在突破盲场哦，来丁老师。讲实在，即马制度你讲爱罢免成功吼，是足困难的啦。对这个大罢免来讲，第一你一阶段、两阶段嘛，两阶段你人爱有足嘛，有够嘛。第二咧，你要继续伫投票迄天，人爱投票率爱有够。第三咧。你即马失败，吼，即个人吼通过罢免，伊就足较勇，吼，这是足重要的事实。因为咧，你即马罢免成功以后，吼，你要改选，改选以后，你即个在地的即个选民的即个心态无改变，结果尾啊可能嘛选共党的一个出来。所以，即个公民团体吼，即马认为为什么爱来提罢免吼？主要是因为为去年到即马吼。台湾的政治伫立法院已经完全无法度协商，完全就一种声音，吼，至少因是安尼认为啦，吼，所以咧爱用这种足食力、足费资源的方式，但是咧尾啊成功的可能性嘛足低，所以未来吼可能伫今年罢免投票以后吼，政治的对立可能会愈较严重。那有一种讲法吼，周老师你听看觅？因为2026吼，马上就要来选县长、县市长，所以一寡县市长吼，啊政党也有咧算，啊我不如吼提早运动，吼，甲这个罢免吼当作运动，那2阶段会当过吼，3阶段我就豁落去，吼，人就徛出来，该选的人拢统统徛出来，这嘛是一种讲法咯。对，即马当然。正常的政党吼，应该是对未来的选举吼，爱来开始破败啊啦。对，但是我看吼，即马对2026年的县市长选举吼，真正有认真的准备的是国民党。我看民进党吼，大部分的县市我看根本拢在困啦。哦，所以咧，未来我有听到一两个啊，民进党的县市长已经开始咧。你开始咧，怎么边啊咧？你开始咧运动啊！对，当然啦，不是每一个县市民进党拢去困啦。但是咧，讲实在，无去困的县市吼，无去困的政党，国民党是较认真啦。吼，因为咧，大部分的县市是国民党执政，所以咧，一直现任的县市长爱分配尾啊，伊啥物人接班，还是伊家己啊连任吼。讲实在是比民进党是较有效率啦。好，即马状况就是，这个在野党吼，应该是爱受到伊本身的权利，吼爱那运用，无的话吼，即马一般人民感觉讲，我无赞成大罢免，但是无一定支持你，吼，这是两件代志哦，就是哦，我感觉你做到无啥好，可是但是咧，我买车票我转去罢免，可能我嘛无即种时间。所以咧，即马台湾的政治就变做执政党吼，我看吼慢慢啊嘛死心啊啦，就是吼继续啊伫立法院甲你协商吼，反正嘛已经无效，旧年5月到即马无一件代志协商成功的啦，所以就认真吼行政权会当做的代志，认真家己本分的代志做较好，吼安尼尔啦。其他我看立法院即马，老师你遮悲观哦，因为。即马已经立法院即届已经第3个会期啊嘛，敢有啥物认真的法案、认真的共识？但是我有听这杜议长吼，我要问好一下吼，杜议长也讲啊，如果吼我这个合议案吼那未过，
我会来寻求的改党的定数。如果改党嘛有困难，留用嘛禁止，那么部分的政策哦，这听起来吼，我来叫地方政府来，哦，大家小瞧一下啊，阮遮租厝吼，就欠用啊，你嘛大家个人啊小减一下呢，这是有效果嘛？迄是要哪巧啦？迄应该可以，迄法定预算你别哪讲，我这无爱互人。啊，我遮就不多啊。你即摆不足，你现在甲立法院去瞧，你甲地方政府要瞧安怎？我先讲一下啊，拄啊。两个老师拢讲到王金平啦，我是安尼讲啦，王金平迄阵那是讲大家会当瞧，有一个重点是讲伊党内的支持力够嘛，吼，迄阵不管是李登辉也好，连战也好，对这信赖的嘛，所以讲党内立委拢听伊的嘛，所以伊话会叮当嘛，吼，你到共款是王金平对无？拄到一个马英九就九月战争，吼，家己人抬互你死，迄是看领导者伊甲立法院长甲党边的信赖，譬如讲邝建明，吼阿扁的时阵，邝建明就发来叮当啊，迄阵法案就照行嘛，是双少数啊，就照行啊，对无？啊，你邝建明到这就逐工就画罢免尔，迄个完全无共款，迄是讲伊甲本家己党内啊，甲领导者的关系。或是你他意思是讲，瓜中雕甲赖总统之间无报一报的支持。不是啊，就无遐信赖嘛。你看。伊姓瓜啊，毋是姓赖啊。啊，你看即摆邝建明吼，伊就冲第一名，后壁民进党立委嘛唔敢对啊，吼啊，我相信啊，伊毋是讲乱舞啦，伊甲赖清德一定有一定的默契。要毋过，迄个伊的互动模式，甲阿扁啊迄阵就无共款嘛。阿扁啊时阵是讲，你加减啊超行政会当叮当啊，对无？阿扁啊就袂去舞这啊。啊，你即摆赖清德的个性是真好进，所以领导者的个性嘛是这是决定讲你整个政治的格局。马英九甲王金平共党，对无？嘛是甲你抬甲咪咪毛嘛。好，来，张老师要发言。阿扁的时代，我感觉甲即马根本的无共是。阿扁的时代，吼，民进党足侪时间，虽然伊无过半，伊是第一大党，而且佫大连加起来讲实在，甲国民党、甲亲民党，迄时阵是较平的啦。吼，到即马来讲，即马民众党是完全无任何一案是徛喺即个民进党这边的啦。所以我感觉即个状况还是无共。邝建明啊，我感觉当然伊足资深的啦，但是张老师，你安尼互我提醒起来吼，迄阵是国民党内面啊，佫有本土派的人，某种程度在议题顶头会选择甲民进党互相呼应呢。对，迄个时阵吼，就是主持人讲的非常正确。迄个时阵李总统讲伫的啊，所以足侪代志伊淡薄啊，伊迄时阵嘛出来讲几句话。所以嘛是何是所讲的，领导者啊有影响力的人会当起落去。迄个时阵连战做主席，伊咧态度甲即马朱立伦嘛无共啊。迄个时阵中国甲台湾国进党的活动嘛无共啊，对无？完全是已经无共的状况啊。哦，而且咧，迄个时阵我看这足侪代志吼，其实这个民主化民选总统，迄个时阵是第2摆嘛，所以足侪代志吼，大家政治上吼感觉会当合作所在较侪。但是即马我看吼，根本拢已经两党吼足简单的代志，我看吼，即个在野党吼，我讲实在，我嘛毋是足支持民进党，但是在野党足侪代志，就是伊是政府的代志，我就有意见，亲像中央研究院啦，中央研究院讲实在，内底的学者吼对民进党的批评，我看是足侪，但是咧，只不过是因为即马你政府，所以我有算得去抬。亲像咱公共电视就好啊，有人爱被叫母讲，迄抬着家己人啊。对啊，亲像咱公共电视就好啊。讲实在，我嘛逐工看公共电视对民进党政府嘛，这边爱拍迄个实际新闻哦。实际新闻嘛无讲足支持，无讲因为伊是强，伊就变做政府的嘴。不，但这部分咱先填起来，咱先填实际新闻啊，对吧？但委员，我唔是条件要甲讲这哦，来，杨老师。我咧这政治吼，是毋是愿意甲这在野党来做协商吼，来做协调吼？咱有一个指标会使来观察嘛。哦，就是看伊用什么款的人
吼，作为这主要的这幕僚，还是讲这个行政院长，还是讲部会这首长啦。哦，吼，大家注意者，淡水比第一个行政院长是啥物人？是唐辉啊。董辉呢？董辉做行政院长，佫是国民党的党员呢。啊，蔡英文伊第一任的这行政院长啥嘛？林全嘛。拢用一寡就，所以民进党家己内底人就感觉讲无欢喜啊，就讲你拢用一寡老男人啊，哦，我蓝色的，佫是老的，佫是这大波的，哦，都对得无满意。啊，不过你虽然讲民进党内部有一寡声音出来，哦，无满意，那不过对在野党来讲，这是对我一个尊重啊。虽然讲这个人，哦，做你的这行政院长，无一定甲我共边的意见，无一定甲我共款。啊，不过上少，我踮咧这情绪顶头。啊，而且过去一寡人脉吼，啊，佫会当互相啊，上无会当来去啦。是啊，你来讲这人事的安排，遐尼重要的职位，你就会使互在野党。我相信踮咧其他的真侪这政策顶头，应该嘛拢会使瞧的嘛。哦，所以这现在讲，咱这两位在做总统的时阵，哦，这朝野对立无遐尼严重。我相信因一寡做法哦，嘛实在有影。参考啦，对啦，嘛有影响啦。来，理事长，对，我想要为一项就是讲吼，大家咧讲着讲这个到底这个这个罢免是谁发起的哈？我的看法哈，我认为这个的罢免哈，主动者是国民党引起的啦。安怎讲？国民党引起的，你来想看卖咧吼，去年4月哈，鲍昆基伫迄个赖总统就任以前哈，带16个立委。包括8个委员会，迄16个立委去北京去见王沪宁。迄阵啊，这个赖清德还未就任，而且这16个立委，我会了解，拢无参加赖清德的就职典礼。每一个委员会拢2个啦，拢2个去吼。啊，等下了过来开始就是立委扩权法啦，等这些哈。我感觉认为吼，互我一个感觉吼，这就是后来有人咧甲批评的讲吼，比如说中共在下指导棋。迄时呢来讲吼，迄阵啊青鸟吼的运动，即摆大家咧讲是拢是柯建铭去压起来，其实毋是啊，其实毋是，这要知影即个原因吼。我会了解，因为去年即个一个是家人的即个市长的罢免吼失败了，其实民进党对罢免做保留，你看迄个伊的秘书长啊，都捌讲过，讲做罢免毕竟毋是民主政治的常态嘛。伊讲即句话啊，你会记得无？林六昌啊，吼，伊讲过即款话吼。其实民进党即个罢免我咧看吼，你莫看讲咧柯建铭了大细声咧话吼，其实党内立委无人咧叮当啦，在一个阶段以前啊，无人咧叮当吼，所以是啥物呢？所以毋是民进党发动的啦，讲实在，我要甲填写就是讲啊，这一个真大真趣味的所在就是讲，你看到今麦为止吼，这个第一阶段的通过34-0吼。一个原因是安怎？一个原因就是讲，你有发觉一个现象足趣味吼。国民团体哦，即摆大家讲要甲扣着起来，叫做国民团体。我问一项就是讲，有支持国民党的国民团体无？我无看到，只一直甲这个朱立伦讲要以霸制霸，啊，结果地方党部赶快动员起来哦，抄那个什么名册啊，弄出来，结果弄出一大堆死人的这个名单都在里面啊，等等哈，好，大家看到这款的情形哈，所以。即摆已经我拄才已经讲啊吼，这内底吼层层相因，这个结构内底当然大家拄在讲到拢无唔对。你赖总统你双少数啊，你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姿态，这是对，这是一个角度。但是呢，我感觉傅昆萁领导的这个国民党立委党团，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太久没有掌握权力了哈，一朝权力在手，那种报复的快感哈，也做过头。这个做过头就是有一次一件又一件的包括这次总预算的很多的问题了哈，所以这是真简单我看，其实光顾来讲啊，他太不避嫌了。4月17号那个太大拉了，不把老百姓看在眼里，带着大家去见王沪宁，回来之后就干这些事情，你觉得大家不会有想象吗？好，基本上安尼来，对吧？过来大家讲说啊，到底这投票是安怎？讲实在啦，真复杂啦哈，要真复杂哈。但是我咧看哈，我咧看是安尼，我要提醒一下哈。一个就是讲你莫看遐民调讲啊，我赞成不赞成罢免的问题哈。讲实在，以我这摆的嗅觉来看，假要去罢免掉这个国民党立委这个联署者支持者哈，那个意愿之强烈哈，会远超过愿意出来投票来投下这个反对罢免的
这个积极度在我看是天差地别哈。所以你不要去看那个，因为不要去看那个民调说哦，你来问我，我也不会填说我赞成罢免嘛，对不对？可是最后我愿意去投，说我一定要罢免这个人，跟我反对罢免这个人，我认为会很悬殊啊。所以呢，一个简单，现在你又是只有一个25%的公民的这个总数的投票率就可以符合，而且是同意的超过反对的嘛。这个制度是这样子啊，所以我绝对不低估。我认为看二阶段现在看起来，因为一阶现在国民党到底会不会有，我还不知道哦。我看到也有人呐，这个郭正亮说，郭正亮我知道那是罢免蓝的嘛。郭正亮他在给蓝营的人在打气啊。郭正亮说可能9到16，民进党的罢免可以在第一阶段承袭啊。我就看看他会不会有哈。但是现在罢免国民党的立委部，以我的观察哈，我认为二阶至少20个会过了。20个会过哈，而且我认为罢免实习会实习起跳，但是这个不保证说罢完之后的投票会怎么样，不一定是不成等号，好，这个还要看，因为现在的这个罢免因素很复杂，比如说文山区赖士葆，我的了解是很多市议员希望他被罢掉啊，对不对？感动的吼，有诶想要钱迄位啦。你那个一样啊，那个。但是侯志他都有提供一个角度，就是讲，罢掉是罢掉，但是唔是民进党会选掉，另外一回事。这不一定，但是很不知影就是讲，某可能因为怎样呢？表示这个好选人，因为按规定他不能够再出来选嘛，补选他不能出来选嘛，对不对？那这个至少民意表达气氛的改变。郭启阳就是跟我说，你不能再用那样的一个角色来扮演啊！你如果当选的，就算你是国民党，北该不出去出来，你北赛过那样，你这个是太过分了。这个老百姓可以这样讲嘛？想要被存9分钟哦，我先和杨老师去讲这老兄的这意见哦，我淡薄保留啦。这罢免都讲那种国民党一寡动作吼，引起这寡人民团体的不满吼。那开始发动这罢免都有可能啊，这要来看嘛是会使啦吼。那么我认为啦吼，会变做一个民进党的政策吼，民进党大家团结起来吼，去杀这个罢免的这个议案。我感觉主要的原因嘛是赖清德赖总统，伊踮后壁咧支持嘛。因为我若是赖总统，我看这个柯建铭踮咧头前咧发起发落踮咧咧推动这个罢免，我嘛乐观其成啊。啊，你若成功，功劳是我的啊，我是党主席啊。啊，你若失败，你柯建铭你要负责啊，对不？老师安尼算，对不？啊，对这做头的来讲，哦，伊收的是家己的权利嘛，对吧？伊对伊安尼稳也无输的嘛，所以民进党踮后壁推波助澜吼，造成今天这个几个罢免这个风潮嘛。我认为迄是造成即摆大罢免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嘛。啊，你讲国民党稳输，我希望讲30、40拢好过，第2阶段拢好过，斗一看卖，啊，你嘛袂歹啊，对吧？啊，你若拢安尼比全国的这选举来讲，哦，这嘛是对国民党一个考验啊。啊，国民党提早这操兵啊，因为你明年2026年迄选举也较重要啊，电影的选举也较重要啊，啊，你即摆甲这操兵一下，啊，你国民党是靠组织的啊，啊，你无去发动你的组织，你无去操兵一下，你2026你要哪动员？这那也爱听这军事的制度一下来，张老师。这当然，即马看起来罢免吼，这个形式完全是国民党家己制造的啦。国民党假使拢甲这个立法院拢甲政府合作啊，还是合理的监督，我看根本拢无罢免的这种声音会出来嘛。所以咧，国民党的声音愈大，傅昆萁的这个姿态愈悬吼，颠倒对罢免来讲是足大的这个帮助。所以咧，真正未来罢免安怎行吼，重点是伫国民党，伊的政策、伊的态度、伊的政治人物的表现。讲实在，这个赖清德伫遐做总统，民进党伫遐吼支持罢免的人哦，不管赖清德安怎，民进党安怎，我认为伊对罢免的支持度拢无改变。即马就是国民党会当催出偌济出来倒反对，对未来对即马对罢免啊较无注意，但是假使国民党态度啊、政策啊，这个吼，互人愈较厌弃，迄个时阵人就愈来越出来。所以咧，成嘛是国民党决定。
败嘛是国民党决定，这罢免我看未来决定就是伫国民党。但是后续我要请教吼，有人讲吼，选举甲罢免无共款，罢免是咧算即个受分值，吼受分值啊，仇恨值啊，吼，就是讲我足讨厌你，我会出来投票的人较济，较有即个冲锋，才会出来，敢是安尼啊？一般来讲是安尼啦，我先讲一个，拄啊几位老师讲的，我拢同意啊。就是讲即马国民党有即马罢免到即个氛围吼，3-4比控吼，这当然国民党家己母的嘛。就是讲，毋是讲你法案过了吼，对啊毋对啦，是讲你咧这过程中你无甲社会沟通嘛，无说明嘛，吼，你讲像国会改革迄法案吼，你到前一天吼，你版本才出来。迄毋管你写了对毋对啊？社会就对你袂对嘛？吼，毋知影你舞啥嘛？吼啊！你讲总预算嘛是嘛？吼，你讲啊你抬甲安尼，我顶下人家讲过，我讲迄材料其实毋是讲倒一个项目吼袂当做，是讲你柴米油盐酱醋茶迄出问题。啊，毋过你嘛是抬甲出错路嘛？吼啊！佫讲我今日讲几啊摆的立法计划，吼。你国民党吼选罢法案那涉及的法案等下修，吼本来还要修 N+1，吼啊结果整个民怨压起来，啊结果你无立法计划，木到尾啊讲，选罢法修过了，起码得用旧制，用旧的，吼啊就讲你咧这个过程中，吼你完全无迄执行能力，无迄规划能力嘛，你应该是讲，我既然要安尼修，吼我2月1号开始就要适用新制。结果你无嘛？对吧？你在过程中吼，你不断的激起民怨，有没有得到好处嘛？这有傅昆萁真正的问题嘛？吼啊！国民党即马佫想讲要公投罢免，你吼，你讲你傅昆萁已经再证明讲，他就是整个问题的根源，他也没有能力解决问题。你佫即包佫等互伊吼，我讲假死的啦！吼，我讲真正就，即摆讲真正的仇恨值无错，啊，不过即摆外口吼，你佫有川普的问题，吼，最近台积电的问题，就这物件佫爱行7-8个月，行安怎，唔知影。就讲不管是执政党也好，在野党也好，莫逐工咧看内底啦。吼，外口的变化就真大。你一个台积电这个问题，就毋是你赖政府会当操之在己的。迄对票的影响偌济，大家嘛即马嘛毋知。吼，所以讲大家拢咧看这，就今年其实毋是讲大罢免的好时间啦。吼，你若是讲旧年拜登的时阵，你可能外口的政治较平稳。你即马佫有中俄又有。中美吼，俄乌这武的内底，外口的变化，你讲内底的大罢免的时阵，你政府无法度面对国际的变化啦。啊，我共款的是讲，你国民党啊、民进党，卖大家讲外口敢若无代志，我内底兵慢慢拍就好。外口俄乌战争什么时阵停战，对你家内底会发生什么连锁反应，起码都唔知啊。所以我早一开始就讲吼，看到这个方向吼，开始咧讲佛灵啦，啊，尤其赖总统的好朋友吼，董主贤先生，啊，开始去民众党内面去演讲咧佛灵的代志。啊，当然，咱另外的时间吼，上要请吼，这个理事长，咱来讲，这公投这个罢免。这敢有效啊？无效？这有报啊？无报？还是讲国民党啊？还有其他的嘛？请两位啊来讲。我唔知，你听讲因要提迄个废死嘛？哈，废死诶，哈。啊，这反废死，这地方咱第一吼，咱的法律敢有规定讲废死？咱无啊，无啊，所以你本来啊，就是咧清算啦。所以表示说你唔是要修法嘛？我们没有这个法的问题嘛。第一，这民调已经很清楚了，超过80%的人是反对废死嘛。这个民调都很清楚啊。第三，进动那进动哈，其实最近不是大概猝死的一个人吗？所以你这个反废死公投是被绑唔到物件啦，你是要倒什么啊？就是这种公投尾啊，吼，就是目前的政府就随时就提两个出来。对啊，两个提就好啊，就好，因为权力这讲起来啦，我补充一下啦，上简单的是讲，你即马公投的日子是
固定的嘛，8月23咧。啊，这无一定啊。罢免无一定嘛。无一定啊，对啊。吼，啊，你这两个要拔做位，拔做位。尤老师，你若照这个罢免的这定数来行吼，然后3、4个月以内都要决定嘛。哈，啊嘛差不多要7、8个月。啊，照这法律的规定，你若有其他的选举都要交一时间来举行嘛。嘛可以的意思。所以对啦，迄个看中央选举委员会伊的想法啦。啊，不过你要绑大公投，要绑这个罢免的这吼，你都要看这个，我当然讲起嘛，你都要看这题目是甲这老百姓的这利益是不是有切身的关系嘛？对不？你若讲迄个军公教的迄个吼，袂使讲啊，我提伊退休金，我想迄个有效。哦，啊，不過你講會時啫，啊那破發1萬塊咧，會時啫，咱對這1萬塊免講到啦。所以說，即擺民進黨嘛開始轉方向啊。秘書長，你個公道講吼，國民唔免納稅，啊，這都免貴啊，這免貴啊，這個意思啊，這個免倒啊，這大家免。